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今日要為大家介紹嘅呢就係德國品牌 Laco 呢個品牌呢一向都係做飛行錶而聞名。手上呢隻就係最新翻嘅 Atacama 德國特種部隊系列。Laco 一向都有同德國嘅軍方合作，生產唔同嘅手錶款，而且都好受廣大錶迷嘅歡迎。手錶直徑係46mm，錶殼係用上咗黑色 DLC 嘅塗層鋼材，非常之耐用又夠晒氣派。而呢隻手錶最大嘅特色呢，就係喺12點鐘嘅位置呢，有個創新嘅螺絲錶冠，係連接咗錶帶同埋錶殼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貼心嘅設計，因為可以提醒到錶迷校完時間之後呢，一定要扭翻實個錶冠。如果唔係呢，錶帶就會槓起。呢個設計可以將手錶入水嘅機會呢減到去0，因為呢隻錶本身都有500米嘅深潛防水性能。手錶係採用緊瑞士 Sellita SW200嘅自動機械機芯，錶面6時位置咧都打住 Made in Germany 德國製造。而呢個 DLC 嘅黑色錶圈係用作時間嘅倒數功能，係有別於一般手錶嘅計時功能。配翻呢條採用咗摺疊錶扣嘅 DLC 黑鋼錶帶，手錶亦都做咗透視錶底，可以睇到機芯嘅運作，仲有快拆設計，方便更換錶帶。而手錶嘅外圈、刻度、時分、秒針咧，都係採用緊瑞士 Superlumilova 嘅3色夜光，夠晒搶眼。而個錶盒咧都好有特色，係一個防水防塵嘅膠錶盒。Laco 呢隻德國特種部隊腕錶，官網定價係11,690蚊，咁我哋做緊個超級筍價咧，9000零蚊就買到啦，仲有原廠保用。有興趣錶迷咧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時刻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